新闻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加沙。加沙内政部是表示，以色列伫昨昏空袭加沙北部一大难民营一间病院甲附近的人家厝，佮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。那真正是安尼生，这就是以哈冲突以来难民营一礼拜来第3届轰炸。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，切比山西加沙走廊中部纽泽拉特难民营附近的厝遭到空袭，造成死伤。在南部汉尤尼斯有8人死亡。 قاعدين بامان الله فجأة ما في الا صاروخ ب 16 نزل على دار فجرها مربع كامل 3 دور جنب بعض。 以色列军方特别声明，已经摧毁130个地道堑壕，用爆炸装置摧毁哈马斯伫加沙几啊百公里的地道网络，杀死哈马斯上主要武器制造者齐纳甲几啊个战斗人员。 根据哈马斯甲伊斯兰圣战组织消息人士讲法，以色列战车互利用地道伏击的哈马斯战士猛烈抵抗。以色列讲有数十名士兵死亡。另外有消息传出，以卡达为基地哈马斯几个政治领导人，咧透过卡达走上的谈判，想要用10到15个进程，换出加沙1到2天的人道主义停火。联合国官员甲7国集团 G7 也继续呼吁人道主义优先，来减轻加沙百姓苦难。公视新闻。 恩文宁朋友。